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2，诗篇119篇89到90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伫天里，直到永远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建立地，地就长长直直。三甲来祈祷，将话安定伫天里，诚实存到万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你是阮平安的要塞，你是阮稳固的避难所。主啊，你是阮得胜的关台，也是阮夜权的大旗。主啊，阮要安稳伫你的内面，也要靠你来得胜一切的受敌甲艰难。主啊，阮要专心来倚靠你，也要时时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阮一生拢要学乐你无煞。主啊，天地拢会废无，万物拢会变迁，总是你的话永无改变。主啊，你的话安定伫天里，直到永远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建立地，地就长长直直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